公元1096年，战神阿卡丽带领基督教发动了十字军东征，试图夺回被穆斯林占领的圣地耶路撒冷。也就在此时，红光出现，一个自带主角光环的男人传送到了战场。看到他的神操作，众人停止了厮杀。可就在众人下巴还没有合拢时，红光再次出现，魔龙也被传送到了这里。很明显，魔龙是冲着男人来的。在强大的力量面前，男人如玩具一样被戏耍。幸亏他自带回血技能，才没有英年早逝。被动中，男人看准时机，利用手中的圣环一招斩下了魔龙的狗头。还没等他把气喘匀，另一只魔龙也即将现世。无奈之下，安德烈将圣环注入到了阿卡丽的体内，圣环的 GPS 突然消失，魔龙也随之退回了地狱。更惊奇的是，圣环竟然与女战神阿卡丽融为了一体。自此以后，阿卡丽拥有了天神的能力。他召集教会的修女，成立了特殊的组织，其使命就是与恶魔对抗。直到1000年后，圣环的现任拥有者在执行任务时不幸重伤，危在旦夕。其他修女拿出专业工具，在他体内取出了圣环。一伙早有准备的雇佣军突然攻破了教堂，而他们就是为抢夺圣物而来。圣物掉落的同时，雇佣兵想都没想，伸手就去捡，代价就是他齐刷刷的失去了4根手指。修女只能将圣环藏在女尸的体内临时保管，然后他就跑出去与其他人并肩作战。哪曾想尸体不仅有了生命体征，甚至生前瘫痪的4肢也被修复。醒来后看到雇佣军的头上出现红色迷雾，于是在对方还没有威胁到自己前，送他去见了辉哥。这些诡异的经历可把艾娃吓坏了，恨不得再长出2条腿赶紧离开。战事平息后，神父文森特赶来，他知道任务的失败是因为对方使用了圣环使者的克星神速，不过好在圣物并没有丢，结果下一秒就发现冰冷的尸体竟不见了。历代圣环的继承者都是活人，像这样死而复生的还是第一次见。文森特觉得他就是上帝指定的天选之人，圣环是天堂和地狱都在抢夺的圣物，所以必须马上找到艾娃才行。而逃出去的艾娃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闲逛，突然他再次看到了红色迷雾的出现。不过艾娃的内心明明不想跟过去，可身体却不听使唤的继续前往。与此同时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摩洛哥科技公司发现了十字军东征时期的盾牌，领队的博士自信满满，他相信有了他这次的实验一定会成功。反观教会这边，正在给上一任修女战士整理遗体，工作人员却仿佛听到了奇怪的声音。转眼间，一双带着火星子的牛蹄出没，其实魔龙就是来拿修女身上的圣环的，只可惜网速迟钝来晚了。